音。喺路加福音，耶穌被描繪成救主 ，Amen， 救主。好多嘅救贖好消息喺路加福音之中係非常清楚。即使福音仲未被傳講，耶穌仲未從死裏復活，但係福音已經好清晰，耶穌四處拯救醫治 ，Amen。作為彌賽亞，作為人，你可以睇到耶穌係救主，同佢嘅救恩。阿們。順帶一提，最後嘅福音書，因為佢係救主，曾經有一個人出賣咗整個地球，犯咗叛國罪，得罪咗上帝。上帝曾經將世界委託俾人類，上帝從未想地球變成而家咁樣嘅。Right， 冇病患，冇疾病，冇死亡，人永遠唔會衰老。Amen， 冇缺乏，冇污染，冇我哋今日所睇到嘅，冇戰爭，冇饑荒，呢啲都唔係上帝嘅計劃。當上帝創造世界，世界係完美嘅，地上嘅樂園。後來上帝委託人管理世界，人係被造物之中最高級嘅，所以上帝最後先做人，唯一按照佢嘅形象創造嘅人，就好似主之下一模一樣。Amen。原本應該喺呢一個國度執行上帝嘅公正、上帝嘅公平同公義。你唔能夠講上帝點解唔阻止撒旦？上帝尊重自己所命定嘅行政管理原則同埋律法。上帝唔能夠俾你，然後又話我想要翻，佢俾咗就係俾咗，唔會改變佢嘅恩賜同埋呼召。Amen。所以人犯下咗叛國罪，實際上竟然係通過順服同相信撒旦，而唔係相信上帝。人墮落啦，然後人們變老患病，最後死亡因罪而來臨。你睇到問題，但必須意識到問題係罪。人唔想談論罪，但我哋喺耶穌基督裏邊有解決方案。Amen， Amen。上帝差遣咗另一個亞當，第一個亞當失去嘅一切，第二個亞當恢復啦。Amen。我哋擁有泥土嘅形象，屬天嘅人亦都要有屬天嘅形象。Amen。今日有幾多人係屬天呢？因為他怎樣，我們在這世上也怎樣。我哋曾經認同自己嘅父親，我嘅父親總係咁樣，憂心忡忡，擔心。我諗我亦都係咁樣。我父親嘅脾氣唔好，我哋係愛爾蘭人，出名係脾氣暴躁嘅。我哋根據族譜嚟想象自己。各位，你唔再似你爸爸嘅負面因素。無論醫生係問你爸爸有冇高血壓啊，有冇心臟嘅問題，佢死於啲乜嘢？醫生問你呢一啲係因為自然嘅你同你爸爸有聯繫。好消息係，如果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經過去，都變成新的了。大家一齊講 Amen。Amen。你而家係一個新造嘅人。若果有人問你爸爸點樣，佢非常健康。Amen。仲有我哥哥就係例子，因為他怎樣，我在這世上也怎樣。佢完全強壯，完全健康。聖經話佢永遠年輕，好像清晨的甘露喺父親嘅右手邊。Amen。聖經話我哋要諗到自己已經超越死亡。若果耶穌延遲，呢個身體將會消失，無論點樣都會消失。喺被提中，以呢個身體上到天堂。呢個身體係舊創造嘅一部分，我哋有全新嘅身體。無論係邊種方式，若果耶穌延遲，我哋進入墳墓 ，right？ 呢個身體就會消失。阿們。我哋實際上唔係死亡，而係踏入
其實我哋已經死咗，你已經死咗，所有死人已經死咗。聖經，你們也當這樣，向上帝卻是活的。我哋要咁樣諗自己，你必須意識到自己喺上帝面前，身為基督徒嘅立場，呢個係真正嘅福音立場。你唔再面對你嘅未來，唔再期待死亡，死亡已喺你身後。死亡就喺你身後，審判喺你身後。而家呢個世界前面係死亡，即使人們唔想面對，但佢哋睇到死亡，佢哋睇見葬禮，唔想承認，佢哋亦都會面對死亡。其他人會為佢哋哀悼，佢哋唔想面對死亡。對我哋嚟講，聽住，當你嘅心臟停止跳動，你會立即去到主嘅面前。呢個係天堂最大嘅喜樂。如果耶穌唔喺天堂，我唔想去。天堂之所以係天堂，係因為耶穌。Amen。讚美主。今日你可以將佢放喺心裏邊。讚美上帝。